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Go 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呢？会乐器就是乐器的人很厉害呢？而刚刚说的乐器就是乐器了。而说到了乐器，其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吹长笛了。大家看看是不是很有气质呢？今天 Go Go 直击就要带大家直击长笛演奏家。哇，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想帮华佩拍拍手呢？他从小就学乐器，立志要当个长笛演奏家。只是要学好长笛这项乐器真的不简单。哇，大家听到了吗？是不是真的很棒呢？华佩啊，你会不会觉得说这学乐器这一段路真的非常非常的漫长啊？真的，乐器哦。这一项学问哦，我觉得就是2个字：坚持。对，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言放弃，因为台上的10分钟，台下超过10年功，真的。他从法国音乐学院毕业，在台湾还是爱乐101室内乐团的团长，另外还担任客家电台的主持人，用长笛演奏客家音乐，希望大家多爱客家音乐。那华佩，你觉得学长笛最有趣的是什么？将音乐融合各个的一个领域，比如说我在广播客家小调，或者是客家经典的一些老歌，那我用我的长笛，然后来把它诠释出来。要栽培一个小孩学习音乐，成为音乐家，至少得要花数千万元。长笛演奏家华佩决定走一条特别的路，除了教学、演出，也跨界合作，现在更参与戏剧表演。他让音乐这条路变得更宽广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也喜欢客家音乐吗？客家音乐不单只是传统的八音，现代的音乐人创作的音乐也非常的新颖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乐器，乐器，乐器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的就是音乐，音乐，音乐。第三个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希望大家爱上客家音乐，希望大家都愛客家音樂，希望大家都愛客家音樂。客家音乐真的很好听，我也好爱唱哦，希望你们也爱上客家音乐。下次见喽，拜拜拜拜。